后来，这个疫情嘛，冲击到艺文的产业，像已经举办30年的台北国际书展，决定来停办。2020台湾文博会嘛来暂停。受影响的艺文产业要安怎纾困甲振兴呢？文化部长陈丽君讲，针对艺文团体甲艺术家个人，已经规划要投入15亿的纾困补助，即卖就会当申请。等到疫情较过，嘛有振兴的抵用券3亿，会当互民众抵用艺文活动的消费。是以防疫为重，纾困并行，振兴在后。文化部长陈丽君口气真坚定，挺风英。虽然讲疫情影响到艺文产业，台北国际书展30年来头一摆停办，两厅院2020台湾国际艺术节的活动拢延期，2020台湾文博会嘛暂停。不过陈丽君已经准备好方案啦。公告了我们的纾困振兴的办法，那么也在这个礼拜公告了须知，那么在今天已经开始受理啊。除了特别预算编8亿，另外文化部嘛报请行政院核定7亿的预算这级的预算，总共有15亿，会使来救金。蔡依林的演唱会的那16个舞者，看来他5月份要演出。不是由文化部来管啦，但是我想外交部跟指挥中心都是要一起协力合作。外国的表演者袂使入境台湾，会好袂少表演活动受到影响。文化部讲，欢迎艺文团体甲艺术家个人来申请补助，解决无钱的问题。等疫情较回了，嘛有3块提振经济抵用券，会使有民众拄艺文活动的消费，希望讲会使帮助艺文团体渡过难关。